不管是电子通信、机械制造、材料科技、先进医疗，或者是能源环境等技术研发，拢会当伫生态看得到。今年一度的产学创新日登场，吸引超过600名校外人士、企业代表、甲校内师生共同参与。那传统的跟随机器人其实都是跟在人的后方，所以我们开发的这个智慧型跟随机器人会跟随在使用者的左方或者是右方，然后它会看到环境的障碍物啦，或者是有其他行人，会自动的变换队形，把很多点子变成说实际可以改变社会的一些应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学很好的一个典范。现场除了校内研究团队，也有大南方、红红平台等等，点出65项创新成果。另外，也有28组创新愿望计划，呈现团队运用补助奖金加培训，对创意想法到打造完形的实践成果。请我们学长学姐来帮忙我们的所有的技术如何落地，整个实现。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 pitch， 然后有一些所谓的 poster， 让学生跟老师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我们期待就是可以做产学，可以做技转，甚至可以走新创公司的路线。中港的产学创新论坛就大学产学共创加永续经营进行亲密的探讨。现代对2020年开始，产学合作金额超过256亿，培育新创团队成立57间公司，这着校庆活动展示创新的成果，发家合作的对象，期待朝向共创加永续。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